我找童丹呢，是想把一些话说清楚。有什么好说清楚的呀？哎呀，你看看，我倒是觉得我们家童丹不对，他之前呀一直误会你，他误会你会喜欢他。哎，静蕾啊，你说呢？我这挺感谢你平时啊，总是教我们家毛豆功课，但是你说我也是童丹的姐，你就这么折磨我妹子啊？好，我知道这也不能怪你，都怪我们家童丹一厢情愿。不过现在好了，她走出来了，想清楚了，也能开开心心去交朋友了，我放心了啊。那我们作为邻居呢，就楼上楼下的住着，你也别往心里去，免得以后我们见面尴尬嘛，是吧？好啦，就不要多想了。毛豆，作业还没做完啊？小姨，我跟你说一个事情啊。什么事儿？这个事情补你班，想不想知道？你别卖关子了，快说。磊叔叔来找你了。他来找我？又跟我妈妈说了点事情。我必须得全神贯注的去听，所以一心不能二用，我就没写作业，所以没有写完。他们说什么了？他们说，哎呀，算了，你自己去找磊叔叔问吧。真是。你找我？你先进来吧。这么晚了，我就不去了。有什么事儿直说吧。哦，那个，关于我那个怀表上面那个，你不需要跟我解释这个。我是想跟你说明白。明白什么？我是觉得这个事情我知道让你挺难受的。现在这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。你还有事儿吗？没了。很好。晚安。哦，晚安。小妙妙，这个给你，干嘛？这个是毛豆送你的，他对你这么好。毛豆这个小子啊，人小鬼大。看来他是真的把你当做好朋友了。毛豆对你好不好？他会把面包跟糖果分给我吃。那他有固定工作吗？他在班上负责擦黑板。擦黑板？我最近还听童院说他乖多了，还帮他妈妈做家务，学习也进步了。我看这个小子啊，以后肯定有出息。妙妙啊，起码要等到大学毕业之后才可以交男朋友，而且必须要经过我的严格审查。
你干嘛？你这么做的话，到时候喜欢妙妙的人都被你吓跑了。老爸的责任就是要保护好女儿，不让她受老爸、老伤。妈，你们不用再讨论了。我又不喜欢男生，男生又臭又调皮，烦死。你干嘛这个表情？那你喜欢什么样的人啊？假如要交男朋友的话，可能要像老爸这样吧。老爸这样，你有没有搞错？老爸这样不太好，他才是最臭的。妹妹，你太有品味了，我欣赏你。妙妙，老爸有脚臭的，你不要喜欢这样的男生。没听他说，他没闻过。他没有，他有脚臭。你所有作业都检查好了吗？都检查好了。老爸，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可以啊。你有喜欢的女生吗？干嘛问我这个啊？就想知道啊，你知道来干嘛？想知道她长怎么样。漂亮啊，像妙妙一样漂亮。我好想看她哦。会的，老爸一定会让你看到她。啊？我来猜，是不是您？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你说清楚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啊？是什么？躲起来就算了。小心啊！长颈鹿要来啊！看，像放电影一样，在公司里呢，脾气也不好，这个你也看到了，老是无缘无故骂人。什么病啊？我开始以为是压力太大，或者是有一些轻微的忧郁症。后来我到 Debbie 那边去查了一下，今天早上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。他说我这个病很严重，如果不好好治疗的话，可能会有危险。他说我这个病叫做长期孤独、缺爱、相思综合症。吓死我了你！治疗的方法呢，就是要找一个人照顾我，而且这个人一定要是我喜欢的，是我爱的。所以，小毛，你愿意帮我治病，你把我承包了吧，好吗？你不要觉得我今天在开玩笑，我很认真的。虽然我刚才的话好像不太正经啊，求婚哪有这么求的？但是我之前跟你说了很多次，我表明了我的态度，我们真的不合适。哪里不合适呢？对不起。我觉得我们很合适。你不要急着摇头，你仔细听我讲的每一句话。我见到你的第一眼我就爱上你了。林小萌是我陶然这辈子一定要在一起的女人。那天你讲过，太阳雨的时候会出现彩虹，出现彩虹的地方看到蜻蜓，真命天子就会出现。但那个人不是你。真命天子就是我，你因为那天和你在一起的男人就是我。你想想我为你做的所有的事情，你口口声声把我作为大哥哥，但是那些事情你想想，有哪一个哥哥会为妹妹做的？但在我心里，我眼里，你真的只是哥哥，是我的恩人。我知道你为我做了很多，包括在美国
我真的很感激，很感激。那用你的一辈子来报答我吧。但这个不一样啊，这个不能相提并论的。比方说，我这么说吧，你身边有妙妙，对吧？妙妙一天一天长大了，你一个女孩子带着一个女儿，这不是长久之计。你对妙妙也不负责任，甚至你对左在俊也很不负责任。为什么呢？左在俊一直在照顾妙妙，你这样子等于拖累他，他怎么寻找自己的幸福？你愿意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吗？如果说你现在身边，我心里有人了。谁？我们天天都见面，你身边除了我、左在俊，还有郑磊，还有其他男人吗？如果有，我一定知道。那你说的这个男人是不是他们俩当中的一个？是吗？如果不是的话，你就知道。是谁不重要，我现在不想说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我们真的不合适。你之前一直说，陶然，我还是想做你的妹妹，我还是希望你可以做我的哥哥，我不希望我们的这种关系被打破。小毛，你今天不答应我没有关系，但是我希望你不要骗我，好吗？不要用这种借口来骗我，你真的是……这不是借口，我非常喜欢你，只是我现在不敢面对而已。希望你能理解我。能不能把它打开？你看一眼。如果你真的确定，我都说的这么确定了，你不敢打开它吗？我敢说，如果你打开它，说不定会改变主意。如果你真的确定对这个男人的爱的话，你就把它打开。如果你一打开之后，你还说你爱他，好，我打开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今天外面月亮很圆的，我上次都跟你讲了，月圆之夜离我远一点，我变身的。你真把我吓死，你知道吗？好玩吧？对，跟你讲，这个妹妹呢就只能戴这个可乐环啊，老婆才有这个戒指。可惜你钻戒没有喽，你就带着这个可乐环出去玩吧，好吧？改天带那个妹夫出来跟我吃饭，好吧？好，行了，回去吧。那我先走了。走吧。明天带着来上班。陶然，谢谢你啊，我先走了。你这个喜欢，我回头多买几罐给你，是吧？那你回去的时候注意安全。拜拜。拜拜，See you。我们的爱浪漫了整个夏天。
郝先生那个乐队，叶姐，让我们先回去吧。好的。这个给他买单，还有那个，给我拿2支红酒。我一会儿要是喝醉了，帮我送到这个地址，谢谢。需要通知您的朋友来接你吗？不用，不希望别人看到我喝醉的样子，尤其是朋友。好的，谢谢。身边有妙妙，对吧？妙妙一天一天长大了，你一个女孩子带着一个女儿，这不是长久之计。你对妙妙也不负责任，甚至你对左在俊也很不负责任。为什么呢？左在俊一直在照顾妙妙，你这样子等于拖累他，他怎么寻找自己的幸福？你愿意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吗？如果说你现在身边，我心里有人了。谁？我们天天都见面，你身边除了我、左在俊，还有郑磊，还有其他男人吗？如果有，我一定知道。那你说的这个男人是不是他们俩当中的一个？是吗？如果不是的话，你就知道他。这边应该是一样的情况。你看，应该是。那就把那个直接替换过来就可以了。我来做吧。Brian， 这个给你们，你看一下。知道了知道。还有这个，哎，好，这部分数据调整好，应该没问题。你们看一下，谢了。好，Wilson， 我觉得如果要改的话，会很复杂。那就按原计划吧。麻烦你了。没问题。
小萌，小萌， K， 快打急救电话！小萌，你好，麻烦你帮我查一查一个病人叫林小萌，他在哪个房间？好，你稍等，我看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我这边没有查到这个病人。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入院的吗？今天。那会不会在急诊室？急诊室我去过了，都没有。哦，那你等一下，我再看一下。不好意思，那可能是档案还没有进来。您是病人的家属还是朋友？您要不要直接给他打一个电话问问看？我已经安排小萌去做些检查，等结果出来就知道了。baby， 要是有什么事情，你要第一时间通知我。我知道。哎，经理，喂，小萌今天不舒服，她现在在医院。他怎么了？在哪家医院？我马上过来。哎，不用，你不用过来。这样吧，你在家里看好妙妙，我现在在医院。如果有什么新的消息，我再告诉你，好吧？还有，你记得跟妙妙说小萌今天加班吧，免得太担心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有任何情况给我打电话啊。这样。妹妹啊，该睡觉了啊。妈妈怎么还没回来？你妈妈加班啊？那妹妹，你给我讲一下今天白天在学校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啊？胡飞说他不学二胡了，他说他改学小提琴。哦，那学小提琴？为什么呢？他说小提琴的声音比较好听。哦，小提琴声音比较好听。好听？真的好听吗？我觉得是他没耐心继续学。哦，还有什么好玩的事情？毛豆吵着要去罗马玩。罗马。他说童丹一家最近都在看老电影，他跟着看罗马假日。他说他感觉罗马蛮好玩的，所以我们一起查地图，原来罗马在意大利。对，在意大利。罗马好玩吗？好玩啊，弟弟还没去过。真的啊？要不要一起去啊？那要怎么梦中去啊？去好不好？梦中啊，睡着了就可以去了。那要坐飞机吗？不用坐飞机，直接就去。来，先躺下，弟弟教你怎么去罗马。躺好，被子盖好，这个身体一定要直啊。然后呢，手里抱着，这就是安全带。眼睛闭上。闭上眼睛。等妈妈回来。什么？等妈妈回来可以。你不要去罗马吗？等妈妈干嘛？不用等妈妈啦，我先带你去罗马。来，闭眼。然后呢，开始冥想。罗马。3。
回来了，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我最近工作太累了，让我多休息休息。妙妙睡着了。嗯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啊，辛苦了。没事。刘伯，我先进去休息了，你也早点睡吧。妈妈，你昨天加班到好晚哦。是啊，所以妹妹以后做事要有效率，才不会像妈妈一样老加班。这样我走了啊。啊，你不吃早餐啊？我来不及了，我孙妮来接我，我应该已经到了。那你等一下吧，我给你打包，你在路上吃。老爸，你最近好忙哦。是啊，我觉得外面很冷哦，有没有拿手套？围巾啊什么的，记得带。好。啊，有什么事就别在花园里面玩，是吧？先被风刮走。戴俊，怎么了？没事，路上小心。知道了。你赶紧进去嘛，外面风大，小心流鼻涕啊。拜拜。拜拜。这个大门的施工跟咱们设计图纸上数据有一些出入，待会儿见了面要好好聊一下。我之前看过，的确是有点问题，可能是测量出错了。不应该的事儿呀，这个工地主任我合作很久了。哦，一会讨论一下吧。今天早上走得早，没有来得及吃早饭啊。是的。小萌给做的。唉，昨天他突然晕倒了，把我们都吓坏了。应该回去很晚吧？那么早爬起来给你做早饭，你真的太幸福了，对你真好。他昨天晕倒，可能是最近太累了。你这样说，我都有一种负罪感，是不是我给他安排的活太多了呀？别想太多，不关你的事。有个人照顾啊，真好。哎呀，什么声音？你肚子响了。我听到了。我饿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好，我饿半天了，走吧。来，坐坐。你好。哎，唐倩倩，咱们也吃饭去吧。不过我先声明啊，我不吃面条了。我已经陪他呀连续吃了3天面条了，我可受不了。哎，小萌啊，走啊，去吃饭，想吃什么？我就不去吃了，我还有一些数据要处理，你们先去吃吧。哦，那不然隔壁拐角好像有一处意大利面馆吧，我们去那儿吃吧。哎，你是故意跟我作对啊？我都说了不吃面条，咱们吃别的啊。小萌爱吃面呀，你看看她那气色，我真不吃了，我还有好多工作要忙。你就别担心小萌了，人家呀有在俊呢，待会儿在俊啊就把他给拎去吃好吃的去了啊。咱们走吧。我们去了啊。
你们去吧，多吃点啊。拜拜了。先走啦，拜拜。妙妙，这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吗？不是啦，是星期五有个义卖会，要给山区献爱心，所以我要画这幅垦丁的大海送给他们。哦，这么有意义，很棒哦。这个绿色画海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不是，想想，对的，肯定那个大海缺了点东西。你不要管了，我想自己画。不是你缺了我，要在这我想自己玩。画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妙妙的画很有幸福的感觉。那可能是因为你觉得很幸福，所以看什么都很幸福吧。妙妙，那你觉得幸福吗？我们家人这样在一起就很幸福啊。你知道吗？你不幸福，你姓卓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？不是，还有我呢？你这样没好好画。你去了，老爸在上面冲浪，是不是？是不是缺了个肯定的标志性的？画个老爸。你让他自己画，东西你不要捣乱，你不要捣乱。你找你画一个，卖高很多钱的。不要。啊？还有啊，那个。哎呀，不要管哦。不是，你爹地经常在那边吃烧烤。怎么会肿起来？天这么冷，怎么还流这么多汗？过几天要看报告，应该没睡吧？这幅画是幸福海洋，我画的是在垦丁的家。我很喜欢海，每一条小河最后都会流入大海，所以大海是最有胸怀的。我老爸常说，做人要有海洋的胸怀，这样才会幸福。我老爸也说，海洋的声音就是家的声音，家的声音就是幸福的声音。所以希望买到这幅画的人都可以过得很幸福。谢谢大家。
吴言，啊，回来了。公司有什么事情吗？哦，没事儿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童丹托我买的一叶子面膜，你帮我带给他吧。喂，你们女孩之间事情内部解决了。你们住楼上楼下很近呢，帮个忙吧。好，给我吧。谢谢。嗯。喂？什么车祸？老伴儿，你疼不疼啊？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哎呀，平时嫌我啰嗦啊，都几岁的人了，还骑什么重机啊？你看出事了吧？小意外而已。什么小意外？你看看你。哎呦，没事。阿姨别担心了，我已经帮您联系保险公司了，他们还专门派人来负责理赔的事。我已经帮您把材料都填好了。哎呦，谢谢你，童丹，也麻烦你专门跑一次。不客气，阿姨。幸亏我们买了他们的意外保险，这下我心里安稳多了。哎，叔叔阿姨，我们会尽快处理的。你看，保险合约我都拿来了。谢谢谢谢。叔叔，那你就先好好的养伤。完了，没事我就先走了啊！谢谢谢谢，再见，再见。彭丹，谢谢你啊！哎，别客气别客气，郑伯伯，都是我应该做的。童丹，今天真的是谢谢你了，要是没有你，我真的是乱了方寸了。别客气啦。杨医师，我心里已经有准备了，你可以直接告诉我。根据结果来看，淋巴瘤复发了。爸怎么了？谁撞的？你看看他，就是不小心嘛。没事的，只是路上有一个洞，就自己摔了嘛。爸，以后危险的事情你就别做了，行不行？你一把年纪了，你让我放点心啊。好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好了。没事没事，已经都检查过了，只有脚扭伤了，需要留院观察一下就好了。郑磊，你今天得好好谢谢童丹，要不是他，我真的是手忙脚乱。我赶来的时候，他已经把你爸的住院手续给办好了，忙进忙出，到现在都没歇着。没事，真的，童丹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没关系啊，郑磊，前台还有个文件需要家属签名，我带你去吧。行，那我先去啊。爸，我来录。好。你看看你，不是得麻烦孩子吗？医生说观察2天就没事了，你看我脚趾头还能动呢。行，那是不是签完字就可以了？好，可以了。好，谢谢你，医生。童丹，那个真的谢谢你了。哎，我们是邻居嘛，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忙。哦，不是因为你，我妈肯定特别着急，幸好有你。别放在心上了。这都是我人民警察应该做的嘛。哦，那个，哎，好了，没事。我有事儿，我还得先走。你一会儿去楼下超市给叔叔买个口罩吧。这医院病菌多，让他们预防一下。好，我知道。那我先走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小萌，根据检查结果来看，淋巴瘤复发了，情况不是太乐观啊。还有多长时间？半年，也就是6个月。作为你的医师，我会安排合适的疗程，但是作为你的朋友，我希望你
想做什么事就去做吧。非霍奇金淋巴瘤，它的症状在初期很不明显，所以我们在医学上又称之为沉默的癌症。可是当它一旦不再沉默时，就麻烦了。虽然你美国治疗完成，但是不代表100%的痊愈，还是有40%的人可能会复发。小萌，你有过一次经验了，应该要更加小心啊。你放心吧，8年前在美国病得那么重，我们都熬过来了，这次不会有事的。是杨医师告诉我的，我只剩下6个月。其实杨医师是一个特别不好的医师。我上一次鼻炎，他硬要说我是肺炎，所以你可能没有那么严重。别愁眉苦脸的了，我在美国呢找了最好的医生、最好的医院，我也可以好像8年前一样放下手边所有的事情，我陪你过去治疗。我向你立军令状，你肯定可以治好。如果治不好，哥哥陪你一起去死喽。我一定不能让在俊知道我的事情。以他的性格，他要知道我生病了，肯定会放下手中的一切来照顾我。现在对他来说，龙太的案子很重要。本来就因为我的原因，耽误了他那么久，他的起步已经很晚了，所以这个时候绝对不能让他放弃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你也要答应我，考虑去美国治疗。可是，我不能离开妙妙。妙妙就交给在俊照顾吧，反正你很快就能结束治疗，到时候就能回来照顾妙妙。可是他才适应上海，我真的放不下他。小毛，你要这样想，如果你现在留下来照顾妙妙，你只能照顾6个月。可是等你治好病回来以后呢，你可以照顾她一辈子。这个你会选吧？
喂，郑磊。喂，小毛，你刚才是不是在医院啊？我好像看见你了，但又不确定。没有，我就是感冒了，然后去医院开点药。哦，那跟上次晕倒没关系吧？没关系，你别担心了。不过，你去医院干嘛？我爸出了个小车祸。郑叔叔没事吧？还好，没有什么大碍，但是年龄大了，需要留院观察2个小时。那替我问候一下郑叔叔。好嘞，拜拜。拜拜。妈妈怎么了？我以为我见不到你了，妈妈。苗苗，妈妈是不会离开你的，永远都不会离开，好吗？我想清楚了。你同意去美国了？太好了，你总算想通了。你放心，接下来的事情我会帮你办妥。那我的工作怎么办？我让唐倩还有不让接手。那要是他们问起我，你怎么说？我就说，你经过激烈的竞争，得到了去美国参加精英课程培训的机会，这个理由大家都会接受的，放心吧。小毛，这是我改好的资料，你看一下哈。对，哎，唐倩，你妈妈最近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我上周去看她，她看了我好久，然后她突然跟我说：“你看着好眼熟啊。”这样啊？对啊。她等了半天，她跟我说：“你知道吗？你跟我女儿长得好像。”小毛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很知足了，起码她还记得有这么一个女儿。对啊，唐倩，你做的已经很好了。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儿，也是一个很棒的同学。干嘛？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，一直鼓励我。你也很照顾我呀。真的，你是我奥斯顿最好的朋友。你今天怎么了，小毛？你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呀。哎呦，真是的。好，那我去忙了啊。行。
回来了。要不要睡？已经睡了。对，你一直想找那个 CD 啊，我给你找到了。啊？你喜欢的 CD 啊？哦，我明后天再听吧。我先去睡了。好。你没事吧？啊？没事，我去睡了。妈妈，爱宝贝。妙妙，妈妈，妈妈怎么来接我啊？妈妈刚刚开完会，看时间还来得及，就来接妹妹回家了。小萌阿姨好。好的，好。那我就跟妈妈走了，不跟你走了。好，拜拜，小萌阿姨再见。好的，拜拜。妹妹啊，要不要陪妈妈去超市买食材？好啊，走吧。妹妹是不是很喜欢包饺子？以前在垦丁，老爸就常常包饺子，把它放在冰库冻起来。老爸不在的时候，就可以直接拿出来煮了。妹妹你自己煮啊？这么厉害。而且老爸还说，要像饺子一样，当个有内涵的人。你爸爸还真能善用教材，一会儿叫你像大海一样有胸怀，一会儿要像饺子一样有内涵。回来了。老爸，赶快起来包饺子。哇，我们在包饺子。包饺子哈。等等我啊。好。洗个手。妙妙说你可会包饺子。当然。我们今天要挑战1000片呢。是啊。你猜我们今天要拼多久？我觉得要拼很久。拼到7点。看是把边边找出来。不是边边的，是收起来啊。老妈呢？怎么去那么久啊？我去叫她。妈妈，你在干嘛？一起来拼拼图啊！妙妙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一起来拼1000片。1000片。哇，这也太多了，什么时候才能拼完？今天是你1岁的生日，你一定会走路了吧？你现在喜欢去哪里玩？喜欢玩什么样的玩具呢？妈妈每天都会在医院的公园里散步，这里的公园好大好漂亮。不过，妈妈更希望陪在你身边，看着你学走路，这样一定很棒。
岁生日快乐！爹地和老爸是不是在帮你过生日？妈妈也很希望可以和你们一起过生日。不过我在这里祝妙妙生日快乐，以后可以健健康康、快乐的长大。妙妙，今天是你3岁的圣诞节，圣诞老人会送你什么呢？妈妈猜一定是一颗非常漂亮的水晶球，妙妙会喜欢吗？来，儿子，这些啊都给童丹送过去。不是妈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哎，他这几天在医院帮忙这个帮忙那个，妈去送个礼是应该的。就是啊，还有童丹有个侄子叫毛豆吧，孩子肯定喜欢吃糖。哎，我去拿啊。哎，儿子，你跟那个彭丹是不是？没有啊，一切正常，真的。那就好。那个，我爸妈一定要让我来谢谢你，这个你就收下吧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这个，那个是胡言帮你买的面膜。啊，那这样面膜我留下了，这东西你拿回去吧。真的不用，阿姨太客气了。别，我爸妈给我的任务，你必须得收下，你拿着吧。啊，那行吧，这样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就说一声啊。好，我先走了。好。这些治疗的过程是一步一步来的，家人的陪伴、亲人的陪伴对病情都会有所帮助。小猫，陶然跟我提想带你去美国治疗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小萌，郑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。你进来坐，我给你倒水。哦。小萌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其实我8年前就得了这个病。8年前。
也就是说，8年前你消失，是因为这个原因？嗯，就是因为我得了这个病。郑磊，对不起，那个时候的我也不够成熟，我只想着怎么对你们隐瞒，我才选择了最愚蠢的方式。我选择逃避，因为我不想让妙妙跟我8岁的时候一样，感受到失去妈妈的痛苦。可是医生告诉我痊愈了，所以既然我能活下来，我当然要第一时间回来找妙妙，陪在她身边，所以我才回来。可是谁又知道会这样？那现在是什么状况？复发了。医生告诉我，还剩下6个月的时间。没事，会好的。陶然，我想好了，什么时候走？我不去美国了。为什么？8年前因为生病，我已经逃避过1次了。这一次我不能逃避。小猫，你这个不叫逃避，你是去治病的。美国有最熟悉你病情的医生，也有最好的医疗条件。上海的医疗条件不比美国差，在上海也可以同样的得到最好的治疗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不用和妙妙分开，我不想再犯1次错误，我也不想看到他们在伤心。杨某，你听我说，你不用劝我了，陶然，我已经决定了。接下来我会好好的配合杨医师的治疗。最近我也会常常的去医院，常常的请假。所以陶总，请你准许我辞职。好不容易把你培养出来的啊，公司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啊，你想那么容易就跑啊？这样吧，我给你带薪休假，等你病好了回来，替我当牛做马，补偿我，可以吗？好，谢谢你，陶然。不过，我生病的事情，请你继续帮我保密。我不想让公司的任何人知道。左在俊呢？也一样。我知道了。
好吃吗？嗯，哎，多吃点。老爸，我问你哦，假如你有很多钱，你最想要买什么？很多钱呢、我想买跑车啊。真的吗？那我买给你，真的啊？因为我有存钱呢。你存钱啊？你存了多少钱？不告诉你。你偷偷告诉我，谢谢一下。不行，你们在聊什么？妙妙说她要给我买跑车啊，是吧？跑车？那妙妙准备给妈妈买什么呀？你最想要什么？哇，我最想要看到妙妙18岁的样子，可以买吗？可是你不是每天都看到我吗？是啊，但妈妈比较着急呢。妙妙18岁的时候，嗯，我们都已经80岁了。你才80岁，加起来不是80岁了吗？ 80，是不是啊？你才80岁我们同年的嘛，不是？我会一直很年轻的。来喝，给你吃的，来，这热的，走。有没有锁好？妹妹要认真听课哦。老爸老妈，我就搭校车喽。拜拜。拜拜。路上小心。小心过马路啊！知道。那个，我今天就不跟你一起去公司。那你去哪？我要去 CN 方总那里。西安的案子你不是没负责了吗？是没负责啊，但是你不知道啊，方总希望我去开发别的案子，所以最近我要常常去他那儿开会。那很好啊，西安的案子都要挑战性，发挥的空间也很大。不过我压力好大呀。没有压力啊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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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吧，那你先去吧。好了，走了。拜拜。这个所谓的养生餐啊，不仅仅指的是少油少盐，最关键的是什么呢？食材越新鲜越好，一定要当季的食材。还有这个米饭，五谷杂粮，养生圣物。吃了肚子不都一样吗？哪那么多事儿啊？真是不一样，你不懂。正南，你从哪儿学的做这么多菜？网上一查就知道了。哎，一会儿我拉个群啊，我把所有的资料什么的发到里边，你好好学学。哇，你这个养生餐我真不会做，大哥。必须学会啊！吃吃看吧。来，妙妙，快！我想喝一下这个汤，哎。我给你盛。怎么没味道啊？没味道就对了，你要学会品尝这个食材的原味。怎么样？你看，小萌都吃不习惯了，是吧？没有啊，其实我们吃清清淡淡的挺好的，这样才能吃出食物最原始的味道。你听到没有？吃吧，妹妹。那就这么决定了，以后就养生餐了。好。妙妙。好了，妙妙，吃吧吃吧啊！我吃清淡一点也是好事，听爹地的。
好硬这饭。喝点汤吧，泡一下汤。勺子。喂，你别弄了，都交给我，你去坐着。没事。好了。郑小来，你这样太夸张了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吃进去所有东西必须严格控制，减少身体的负担。我知道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别把我生病太当回事儿，我怕在俊看出来。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真的管不了，好吗？8年前我不知道你病了，所以我照顾不了你。现在我什么都知道了，我能放下你不管吗？可是你不要把我当成病人看，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关心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好吗？坐下。你要跟我一起拼啊？什么是跟你一起拼？我一直在拼你。我只是现在。好了，最后一片了，啊，给你拼吧。啊，完成了。啊，妙妙看到应该很开心。我们合张影吧。好呀。来，别你拿着。别挡着那个，来。再来一个。生命的倒计时，不知是该迁怒，还是感激这所谓的命运，竟然让我有2次机会去直面生死。我应该生气的，为什么偏偏是我？我那么用心和努力，才终于回到了妙妙和在俊的身边。这样想，命运真的好残忍，他终究不肯放过我，无可回避的生离死别。妙妙，我最亲爱的宝贝，
妹妹怎么了？我以为我见不到你了，妈妈。妈妈好想参与你成长的每一个阶段，一起分享初次恋爱的甜蜜喜悦，还有在失恋的时候，给你最温暖的守护。8年前，我以为自己做出最好的安排，却伤害了深爱的你们。我的妙妙，既然命运给了我第2次机会，让妈妈温柔地告诉你，人生离别不是句点，我们一同经历的美好将变成回忆，代替我一辈子陪伴你。即使我再也无法拥抱你，你将永远都在我怀里。因为病情，在爱情面前我懦弱退缩。在俊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们终于鼓起勇气走到彼此身旁。还记得那天，我用我的手温暖地包裹着你，我暗暗地下定决心，让自己自私一回，不要在乎旁人的眼光。我要把最珍贵的时间都给你。姐，妈妈呢？妈妈搬到天宫里面去住了。天宫很远吗？不会，等你长大了去摩天楼。
摩天楼是最靠近天空的地方，只要爬上去，就离妈妈很近了。摩天楼，姐，我长大了，你带我去好不好？小萌，你要坚强，将来自己盖一座摩天楼，只要站到上面，什么都看得见。如果你看到姐姐，记得要喊我，姐姐等你。萌萌，爸，爸，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。说什么事儿啊？你有一个外孙女，是姐的女儿。8年前，她在台湾出生，我一直没敢告诉你。她叫妙妙，跟我生活在一起。爸，姐已经不在了。瞒了爸爸这么久，是我不对。妈，如果你在的话，会原谅我吗？你跟姐姐已经团圆了吗？那天我在宿舍念书，突然接到姐姐的电话。我赶到医院的时候，姐姐跟我说：“小毛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这些年来，我每天都很后悔。你答应我，绝对不要告诉爸爸我死了，就让他以为我在外面过得很好，根本不想回家。
不想他再为我伤心难过了。还有我的女儿妙妙，你可以爱她吗？姐，我答应你，宁小彤的女儿就是宁小萌的女儿，我会好好爱她的，放心吧。谢谢。10多年没有见到姐姐，看见她瘦了，不知道她吃了多少苦。姐姐跟我说，她非常后悔。你出了这个门，有种就别再回来！这个家早就不是家了。现在妈妈也走了，我死都不会回来。你就当没有这个女儿？不对，在你心里，我早就不是你女儿了。我们发单了啊！今天我去了一趟杭州，去干嘛？我去看了一下我爸爸，想要跟他说一下妙妙的事情。我想让妙妙可以认他外公。那也应该要了，妙妙也是应该要见见他外公了。那，你爸有什么反应啊？我不知道，他什么都没有说。其实这么大的事情，
觉得伯父也是需要点时间去消化。可是我对我爸的了解，他越不说话，就表示他越难受。从小到大，每一次他特别难过的时候，都把他自己关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不让任何人靠近他，包括我。哎，小萌啊，想一想，那你爸就你一个女儿啊，然后突然间跟他说，他有个外甥女，而且还8岁，那他会怎么想？你说换的是我，如果妹妹以后啊，她突然间跟我说，她有个8岁的女儿，哇！我真的不敢想象我有什么反应。在君，其实我还有一个姐姐。亲姐姐？亲姐姐，她叫宁小彤。从来都没听你说过。因为在我们家里，我们谁都不可以提起他。在俊，我今天就不跟你一起去公司了，我要去CN开会。又开会？哇，你已经好久没回公司了。没有，我去公司了，只是你不在。我看你最近在工地的时间比较多，没有碰上。而且我新的案子要开始了嘛，会议多是肯定的。好吧。那你快去吧。行，我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小心点儿。喂，张磊。好。医生可说了啊，这些药啊每天都得吃，一定要记得。知道了。我会提醒你的。今天又让你在医院陪我耗了一天，不会耽误工作。没事儿，我自己是老板嘛。哎，在俊那边，你打算瞒到什么时候？再等等吧，我觉得现在这个样子还挺好的，还不是时候。你没有告诉他吧？我没说，什么都没说，但是这么瞒下去不是个办法呀。喂，在俊。在哪？我在陪客户呢，看皮样。我今天下班早，吃饭吧。好啊，那你一会儿到我店里来。哦，一会见。好，拜。郑小磊，你也太不会说谎了吧？我已经很自然了，好吗？看你那个慌张的样子还自然。小萌回杭州，结果怎么样了？他也没怎么提他爸爸有什么反应啊。不过小萌告诉我，原来他还有个姐姐。啊，他还有个姐姐？说很早就离开家里，后来到了台湾，但现在已经过世了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小萌要去台湾当交换生了，是去找姐姐的。小萌还说啊，他姐姐在家里是个亲姐，所以他很少提到他姐姐的事情啊。估计也是这样，所以他一直没跟我们说这个。唉，小萌真挺为难的，守了这么多秘密。有什么秘密啊？
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怎么样？今天还顺利吗？哎，说实话，那么大的一个信息，如果我是你爸，一时间无法接受。不要着急，给点耐心啊。那你别太晚了，早点休息。嗯。这几天你没来上班，我本来以为是有事请假，但没想到陶总颁发了人事命令，说你今后都不来了，还把你的工作全部移交出去。这也太突然了吧！我问他什么原因，他也不肯讲，没办法，只能直接问你了。孙副总，实在是抱歉，一直都没有找出时间告诉你。这一阵子发生的事情，其实我自己都来不及反应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恶性淋巴肿瘤，我还有6个月。对不起啊，小毛。没关系，你又不知道，都怪我自己的身体太不争气了，所以才生病。我知道你现在担心我的状况，你别担心了，我现在挺乐观的。现在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等着我去安排呢。可是你还那么年轻啊，你还有那么多事没做呢。是啊，一开始我也不接受，但是我遇到了，只能面对吧。你真的很坚强。我第一次发病的时候啊，医生跟我说，大部分的病人，他们都不是病死的，他们都是自己吓自己吓死的啊。别哭啊，看我这个时候啊，哭也是一天，笑也是一天。对我来说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分，很开心，很快乐，不要留下任何的遗憾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吗？我们可以做好朋友吗？这样我有2个好朋友了。2个好朋友，还有在俊啊，在俊都是我的好朋友。我们都是好朋友。好好保重身体。
妈，啊，怎么了？没有，我最近身体想补充一点营养，就吃了维生素。我也缺营养，我得给我吃点吧。逗你啊，我自己熬，不吃你的。啊，不对，那个妙妙那个家长联系册，你签了吗？签了，我刚签了。好，这样啊，转转啊。都准备好了，他们人呢？他们在里面，我叫他。好啊。你把这个先架好。OK， 交给我。妙妙，赛俊，战磊来了。快出来拍照啦！怎么啦？啊，我们一起拍张全家福吧。这么突然？好啊一起拍个照。好啊。来啊，帮你弄吧。不用啊，我来。OK。你站好，那还有你。你先调好了，快点，差不多了。好了，来，预备，1、2、3。妈妈，你在做什么啊？妙妙，我们来一起完成个作品好不好？什么样的作品啊？就是妙妙每天都可以用到的。那要做什么啊？我们来做一盏灯好不好？好啊。你看，妈妈设计了好几个好看的，你要不要选选看？哇，哎，这个好漂亮哦。是吗？为什么？看起来很像一朵云啊，我喜欢。一朵云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来做这个。好啊。上镜头起来。Happy together now, body up, bow, body up, bow. Happy, happy, happy together now. 小萌那时为什么瞒我？你说什么事情瞒着你？我好歹也是奥斯顿的副总，小萌是我面试进来的人，他不来上班了，我当然有权知道为什么。可是你就颁布了一个命令，任何解释没有，我很难接受哎。所以我亲自去找他。你去找他干什么呢？他有什么秘密非要隐瞒大家呢？我已经知道他生病了，我也很难受。我是尊重小萌的意见，他不希望他的病打扰到大家，不想让大家担心，不想别人为他难过，尤其是在军。我刚才跟小萌聊天了，聊完之后我发现，其实生命当中还有很多事
是比工作更重要的。宁小萌挺讨厌，也挺可爱。是，我也觉得左在俊挺讨厌，但是也挺可爱的，对吧？哇，好漂亮哦！妹妹喜欢吗？嗯。老爸，赶快来看！哇，这什么？云灯啊，我和妈妈一起做的。你们做的？嗯。这么厉害啊！哇，好漂亮啊！哎，这好像肯定的云呢，像不像？那我们现在开始启动它吧。好，妹妹你来。嗯。哇，好漂亮，好漂亮哦！像不像云？嗯，真的好漂亮。好像哦。妙妙，我希望这盏灯永远陪在你身边。你每一次看到它的时候，都可以想到妈妈。毛豆，雷叔叔，你能来一下我们家吗？怎么了？小鱼生病了。啊？他好像是重感冒。他都没有声音骂我哎。我妈妈不在家，没人煮饭给我吃。行行行，我去看看。走走走走走。慢点啊！怎么了这是？喂，童丹，发烧了吗？没事。还没事儿，烧这么严重，吃药了没有？吃了。那你饿吗？要不要吃点东西？没胃口。还没胃口，你得吃点东西。哎，雷叔叔他没有胃口，我还有胃口呢。我有点饿了。毛豆。行，别管了，交给我吧。来，小英看看，还好吧？
又开始了。毛豆，好好吃饭啊！把面都要吃光啊，毛豆。慢点啊，慢点。还好吧，不烫吧？如果一会儿能够出点汗，应该就会好了。来擦擦嘴。你自己来吧。这一碗喝下去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！这个把它抄过来不就好了吗？你想想。雷叔叔，你知道我小姨喜欢你吗？你个小鬼，好好写作业啊！不是，我说真的，多明显啊，一看就能看出来了。好了，好好写作业。哎，我说的是真话，真心话。快，别说了，快！错了。真的喜欢。哎，背挺直。毛豆，你磊叔叔呢？就在楼上，有任何问题就来找我。谢谢雷叔叔，也谢谢雷叔叔的番茄晚餐，好好吃。好了，快去写作业吧啊，好好写啊。好，好了，拜拜。不跟我在一起，却又对我那么好，真讨厌。